基金會香港咧就喺1985年成立，咁啊總部咧就喺南京喎。咁其實喺過往咧已經有40幾年嘅扶貧救災歷史等等㗎啦。咁喺2014年更加成為咗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特別諮詢地位組織。嗱，馬姑娘咧就參加咗活水行動有10年嘅時間，15啊，15年啊！嗱，有冇記得當初15年前點解我哋會參加嘅咧？即係因為要帶啲學生去咯。哦，咁你參加呢個活水行動嗰陣係通常會同邊啲人一齊去？又有帶下朋友啦，帶阿仔啲同學家長啦咁樣咯。咁你當初喺嗰度有咩事情係最深刻嘅咧？咁當我去到貴州嘅時候咧，真係睇到嗰啲人嘅情況咧，先至真係深刻咧。原來一日咧，佢哋係用2個鐘頭去2個鐘頭即係其實係4個鐘頭來回，4個鐘頭來回去擔1次水，但係每一日係擔2次水。咁你第一次去嗰個粵語嘅山區嗰陣，有冇驚啊？有冇驚？我冇諗咁多㗎，去就去㗎啦咁樣。不過去到先知道驚啊！係你驚啲咩先？係因為第一次去嘅時候，我哋去貴州咧，我哋住嗰個地方唔係話咩去住酒店啊、旅社，其實嗰啲好簡陋嘅屋，連窗框都冇嘅。咁所以落雨你好大聲聽到乒乒乓啷嘅，同埋嗰啲沖涼嘅地方咧係背對背咁樣沖涼嘅，喺個房裏邊6個人。即係背對背，即係肉帛相見嘅。係啊，好驚㗎，係啊，好緊張㗎。點解你哋要喺山上面攞水，去地下度攞水咧？因為嗰度啲居民咧，要行到好遠嘅山上面先有水源嘅。咁其實喺貴州咧，6個月係有水嘅，有雨水。係。6個月係冇雨水，我哋叫枯水、枯水節同埋風水。風水就好多落雨嘅地方啦。咁嗰啲車經過嘅呢啲碌過嘅水咧，嗰度嘅司機話俾我哋聽咧，呢啲水咧喺枯水冇雨嘅季節咧，啲居民都會用啲殼嚟滗嗰啲水嘅。咁所以咧係好污糟嘅。所以我覺得基金去做緊一樣嘢就係要建立一啲嘅安全食用水嘅水道咧，係可以係自來水去到佢屋企咯。如果唔係咧，佢哋上山係好遠嘅地方嚟嘅。明白。其實經過咗大家嘅幫手之後，佢哋而家嘅生活係點樣可以得到一個改變？如果你有自來水去到屋企裏邊嘅時候咧，同埋嗰個係一個安全食用水，唔會話好頭先話喺啲污糟係啊污糟水啊咁樣啦，咁啊健康都係好處啦。同埋我哋曾經探過一戶咧，你喺門口都唔會入去噶啦，因為佢已經好大陣味啊，因為佢哋每一個禮拜先沖1次涼，同啲小朋友行上山區。再行上山上嘅水源去沖涼咧，再落翻嚟，其實沖完都濕晒㗎啦，都係又係一陣汗味啊咁樣。咁啊呢啲咧對於成個衞生都好重要啦。咁嗱，參加咗咁多次嘅活水行動啦，同埋活水之旅啦，咁馬姑娘有冇可以呼籲下我哋嘅觀眾朋友，即係嚟緊都可以真係身體力行去支持一下大家？我哋嚟緊咧有活水行。5月17號，大家一齊支持，同你嘅小朋友、同你嘅家人、同你嘅同學、同你嘅朋友一齊嚟參與。冇錯，到時見啦。嗯。